我们这个课程，到今天就结束了哦。那你们就尽量帮我把我平常上传的那些图片呐，就是去检视看看有没有错误的。那看到有比如说标点符号啊，或者是句子的那个词汇拼错了啊，文法怪怪的，你都可以直接帮我圈起来哦。你如果搞不清楚要怎么问，你就圈起来也可以。哦，那我那个就赶快，如果有问题，可能去问李金星老师啊、吴连成老师这样，赶快把它修正哦。那我们就尽量能够拖到最后一天再印刷哦，让我们争取那个校订的时间。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哦，我们那个未来礼拜一哦，从下礼拜开始，我们下礼拜是暂停一次线上哦，因为我们要请各位老师签那个领据，还有做那个签到的动作哦。那你们记得要多带一套衣服就好，我们是拍2次哦，拍2次照片。那我们下礼拜结束之后哦，各位就就轻松了哦，结束了哦。谢谢各位这一路以来的那个教材编辑的哦参与哦。那个我们未来哦会有一个新的，也是编辑的活动了。不过就跟各位在线上看的哦，它是一个那个封闭式的哦，我们可能可以旁听啊，不过旁听的人要报名，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编辑群里面的那种就是想法哦，还有观念要一致。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那个有一些东西哦，有学者加进来的时候会蛮麻烦的哦。那我们是尽量就是还是依照那个就是主流的建议去做延伸的哦设计哦。好，纯美老师加入了哦。纯美老师，你有听到我的话吗？纯美老师，纯美老师，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纯美老师，他的名字有放在赖里面啊，他自己先打上去了。哦，他有了，哦，那太好了，太好了。他可能是在演戏吗？还是什么？还是在做别的事？哎，我有在。哦，你好，那个啦，一定有说你的名字有打上去了哦。对，我早就打了。不对哦。OK，哎，对，好。我收讯不太好。哎，你们怎么都没有习惯在后面加那个雅少的名字啊？因为我不知道的啊，少啊，你上次讲那个哦，我的是放阿少的名字。没关系啦，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说如果知道可以加一下啦，不知道没关系，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好，纯美老师，你有看这个画面吗？正确吗？有哈，不能改喽，有看到了，好，就这样子哈。有看到了，对。怎么这个会跳行啊？等我一下。哦，整个有跳。OK，正确哦。正确哈。我可能明天哈再把不对，我再把那个什么你们的那个中文跟阿美语的那个编辑的话哦，再传到群组哦。你们如果还想要去确认它的那个中文跟阿美语的对应性哦，你们明天还可以再改再传给我哦。我们尽量在最后这个时间哦，给各位那个时间再做修正。好，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我讨论的，我们下礼拜应该是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讨论了哦。今天讨论完大家就解脱了。那等到下礼拜我们会有，下礼拜还没有，下礼拜我们是实体的见面哦。主要的工作是做领据的签名，还有我们的签到。那请各位再多带一件衣服哦，我们就
照片，我大概是这样。那我们那个下礼拜一的未来的方式是这样哦，就是说我们要编另外一套教材啊，这个教材不是公部门的，它比较是私人的，所以我们是采那个封闭型的讨论方式哦。那我们会邀请有兴趣的哦，平常有参与的，我们都会积极的邀请。那讨论的过程呢，当然就是希望提出各种的问题哦，因为这算是我们那个比较重要的一次那个编辑的活动，不是其他不重要了，因为这个不是公部门的，所以变成是大家要花很多心思去想一些可能未来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大概是这样。那我会在那个 FB 的群组我会公告那个未来的那个编辑委员的那个叫怎么讲，就是不是筛选，是那种应该怎么讲，就是如何结盟变成伙伴关系哦。好，那大概我就讨论到这边。好，有没有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好几周的课程哦，这已经半年多的课程哦，大家编完这个教材有没有？最近大家应该在群组应该受不了我一直在传图片哦，我只是想要把每一段的有没有错字啊，编排有没有问题啊，那个阿美语跟中文的对应有没有清楚哦？如果各位觉得很烦哦，把那个关成那个关闭提醒哦，就不会噔噔噔一直叫了哈。我大概传了几百张照片哦，我自己都传到很累了。那个有没有问题？你们已经编完教材了，有没有特别想要提出的问题？有没有？没有哈，那就这样子哦，大家没有，那就这样子哈，我们大家就是那个好的伙伴关系嘛，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我这个只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啦。啊，这个画面真的有够慢的。我今天想要问各位一些句子哦，确认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我们那个阿美语里面哦就是最那个比较没有人去涉及的句型哦，我们今天把它讨论完哦，但是不见得会放在这次的教材。哦，我也受不了，这个画面都没有动了。你说话还是断断续续，有几个字都漏掉，其实只能猜大概你说什么这样。我懂你的意思。真的很讨厌哦。这个好，我们尽量那个画面不要动太多哦。好了，那个美惠老师，你辛苦一带个头哦。美惠老师，你听得到我的话吗？啊，断断续续，我用力听了。断断续续哦。对，嗯，如果你听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帮我附送一下哦。好，美惠老师，你那个第一会什么？我第一借的那，个哦，我对，见我借的那本书，你会怎么讲？umizaliwan aku umizaliwan aku adili，哦，你这样讲，有听到吗？哦，Uya mizaliwan aku adili，是，有听到吗可以。？Uya mizaliwan aku adili，美惠老师是这样子吗？你看一下画面，哎，我已经打，我怎么还没有出来？美惠老师是不是乌鸦米扎六万阿固阿迪利是这样吗？对，
哦，真的是很慢。好，没关系，美惠老师你继续往下哈，我们等一下他出来后，我们再说。第二你会怎么讲？住在部落的那位女士， Umaro'ai niaro papahiyan. 马鲁阿 Maro'ai niaro papahiyan. 哦，不是这样，也是这样。第三句 Tumirengai fawahan numaku afaki. Tumirengai fawahan numaku afaki. 主米人爱，然后呢？ Fawahan numaku afaki. 法瓦汉哈，主米人爱以法瓦汉，对不对？努马古阿法基是不是？对，好，最后一个，还第四个，你帮我做的腌肉怎么讲？ Misashirawan numisu. 你帮我做的腌肉。Umisashirawan numisu. OK，弟弟。哦，要加呀，嗯，最后ukasufuza numaku niarot. 老师，第四句你再讲一遍，你帮我做的呢？乌米萨奇拉万纳古是不是？ Umisashirawan numisu atiti. 那个帮我，你帮我。Umisashirawan numisu atiti. Numisu Umisashirawan nu. 等一下。我跑去拿，你帮我那个呢？ Umisangaan numisu asiraw numaku. Umisangaan numisu asiraw numaku. 如果是米巴达多 Umipasangan. 米巴达多阿努米苏阿米萨西拉的西拉瓦古，再一次，再念一次。那个阿力克老师再念一次。米巴达多阿努米苏米萨西拉的西拉努马古，好长哦。你八什么？八什么？ 米巴达多阿努米苏米萨西拉的西拉努马古。你念慢一点，你念慢一点，太快。巴达鲁岸对不对？我有没有拼错？米巴达多阿努米苏米萨西拉的西拉努马古。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我打完你再米巴达鲁岸，然后呢？努米苏米萨西拉的西拉瓦古，是吗？ 努米素，然后呢？米萨奇绕是不是？对，你帮我做的腌肉，米巴达鲁安努米苏米萨西绕都西绕努马古。嗯，怎么那么绕口？这样子对吗？米巴达鲁安努米素的绕马古这样子。 画面没有出来啊！我已经打完了，还没出来是不是？他最后一个
我生部落。老师，最后一个。会老师吗？啊，没有画面，我看没有，不要理他，我等一下再重新。最后一个是什么部落？哎，美惠老师，最后一句。有ukasufutan numaku aniarot，哦，父子。ukasufutan numaku aniarot。好，我重新再分享一次哦，这直接是哦。如果不顺的话，请大家修正哈。再一次哦，看看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好，这样子第二轮就看到了哈。好，我们从后面往回讨论哈。好，那个我们最后一句是我出生的部落哈。美惠老师，你这个句子我这样拼有没有正确？可以呀、正确ukasufutan numaku aniarot，对不对？来，马达玛，我出生的部落。好，如果说我出生的部落在在吉拉米代怎么讲？ ukasufutan numaku aniarot itirai cilamitai。如果把吉拉米代放前面呢？ Icilamitai ukasufutan numaku，哦，对嘛，哎，这样比较顺哦。美惠老师，你看我这个句子正确吗？乌吉拉米代古巴斯福在努马古阿尼亚洛，这样子正确吗？可以，哎，他现在会动了哈。有好，那这一句可以接受。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另外一句哦。上一句你帮我做的腌肉哦，无比巴达多，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有点不会。你把大图案帮忙的意思吗？就是有那个是帮忙的意思，可是有那个把大图案就是有一点专门为他做。哦，这个字哦，替人民做事代劳，巴达多，哎啦，把大图案就是帮别人做饭也可以哦，巴达多多达乌阿米萨活肉。哦，帮忙哦，所以不是用把上哦。你的帮忙，那个我们这个后面要不要加一个啊会比较好一点？那边乌米巴达多按努米数啊米沙奇道，要不要加个啊？可以，是吧？啊，努马布。好，把那大图个案努米苏阿米萨西劳杜西劳努马库。做我做，提到我这句话比较能够理解，就是制作我的席料，把米沙席料当成是腌的意思嘛，对不对？你的帮忙，你所帮的忙，帮的忙是那个，好，那个，然后是我看你帮我做的腌肉很好吃，你会怎么讲？
啊，慢美惠哎呀，美惠老师，你会怎么讲？你帮我做的腌肉很好吃。不清楚你说什么？你听不清楚如哦。果是米我说巴达洛安这你边，乌帮我，米巴达你洛安帮我的米苏做的阿玛米萨西劳阿西劳嘎帅，米沙洗料读洗料的。没有，老师，我的意思说，你这一句只要加一个好吃，你会加在哪里？前面好，上面加。嘎帅。我看乌米巴达洛安的米苏啊， Kasuai ku 米萨西劳阿西劳 misu 嘎 as 帅 misasirawan 啊， siraw 嘎 lumaku. 帅古米啊，在前面。哎，嘎帅古米就巴达洛安是吗？ kasuai ku mi 哎， patatluan numisu 安的米 misasirawan 苏。 tu siraw lumaku. 用什么？现在啊，米打说啊，努洗到努马固。好，美惠老师这一句，哎，好，等一下，哎，受不了，还没那个第三他要句啊，重新的时候才会。那个第三句应该是说乌呀法基啊，乌拉法基，哎，怎么没有，忘等一下，记等一下，了？不急不急。第三句等一下再来，我们先看一下第四句。嘎索爱古米巴达鲁安，好，美惠老师，你看一下第四句。嘎索爱古米巴达鲁安努米苏啊，米萨西绕杜西绕努马古，可以，正确吗？可以哎，哈。正确，嘿。好，其他的成员第四句有没有别种看法？ Kasuai ku kasuai ku mi patatluan numisu misasiraw tu siraw lumaku. 哇，绕，好，可以哈。没有绕就好，没有绕死可以。因为它这个有那这样如果加上嘎索爱，就是说你帮我做的腌肉很好吃的意思是吗？对对对对，对啊，可是我你的翻译是你帮我做的腌肉，但是嘎索爱不是说美味或是好吃的意思吗？很美味，没关系。如果翻成很美味的话，正不正确？以利，你帮我做的腌肉很美味，这样子很可口。你做的腌，对啊，你帮我做的腌，就是因为有嘎索爱，它可能就是是不是要把它放进去？你是说放到哪里去？就是凯明，不好意思，你的声音我都听不到哦，不好意思。哦，没关系没关系。哇，我们今天的讨论哦很辛苦哦。这一句是这样哦，我们这一句的话，再多加一个句子哦，后面加一个。都可以哦，这个速度可以哦。美惠老师，我现在的声音你听起来怎么样？有比较顺吗？断断续续，可是有时候听得懂，有时候听不清楚。好，美惠老师，你看一下那个第四个哦，我们现在加一个很美味啊，就把那个
把爱把它放前面，这样的句子正确吗？可以，可以哈，对，可以，我这样标了，可能这样大家比较知道什么意思哦。我们先把那对对，个这个英文叫做形容词子句，我只是很好奇阿美族的形容词子句要怎么描述哦。好，那个魏老师，你说第三个，你说要改哪里？第三个应该是说，ura tumirengai ifawahan numaku afaki。ura 五了 tumirengai 哦，加一个五了 i 对 ，OK。ura tumirengai ifawahan numaku afaki。ura afaki，哎，那位叔叔，ura afaki 是吗？还没有那个，我都错乱了。tumir，哎那个，ura 站在 afaki 我 tumirengai 家前面 ifawahan 的法 numaku。律，嘿，ura afaki ku tumirengai ifawahan numaku。哎，老师，我这边不要求对哦，不能用估哦，不能用哦估。嗯，哦，我刚刚讲所以你这，对了吗？我所以你这一句乌拉都米人爱，伊法瓦汉 ifawahan 努马 numaku 布，afaki，可以对哈，对，可以好，哈。可以，哦，这一句应该是那个站在我家门口，你那个法瓦汉应该是指门口，对不对？那门口对呢，后应该是前面一个阿耀，应该一个你应该阿耀，对对对，没人啊，一个阿耀努鲁嘛，对，前面，对的。对，好，哦，谢谢哦，我也看了模糊。好，是不是这样？美惠老师，你这样一个阿要努马固阿法基这样子对不对？可以，哎，那个站的呢？站，你不是有写站？有啊，前面呢、站在我家前面的乌拉都米对对，外，嘿嘿嘿，因为你的画面还没有切换。还没有啊，真的，画面还没有切出来。对对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再一次，我们就这样子哦。主要我先跟美惠老师对话，如果你们有问题就马上提出来哈，因为我发现今天的这个他这个太慢了。好，美惠老师，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句子是你确定的句子吗？Ura tu mirengai ika ayau nu 对，可以，那阿法 key，好，在这个句子里面多加一个好，不行，我听不到，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说什么？里面声音完全不清楚。好，没关系，我们现在8点整哦，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等一下回来。好。我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么卡哦。OK。
呀，太热了
海明有没有可能你换成4G 啊？有可能呢，我的那个现在我的画面呢、它显示是4G 加，哦，可能是你买5G，它可能它还是给你4G 啊，有可能。哦，不是，就是看起来糊糊。今天状态那个动物真的糊糊的，说话都好累格。你的对啊，一句话听不到，差不多10个字吧。哦，那有可能。对啊，我刚才都被那个网络分心了。哎，你们线上的帮我看呐、不是也糊糊看不到啊，就一直都，啊，现在呢？现在会糊糊的吗？现在还可以，可以了，现在可以。可以。那我现在讲话的那个会不会断断续？稍微对，有刚刚你讲断，有你的断断续续就有点卡住了。现在会哦，啊没关系的，我们今天忍耐一次，最后一天。海明，我插话一下，谢谢。哦，米粒老师，那个你上线了哦。我早就上线。那个第4季呀，因为你有呈现一个很高，你这边没有呈现，你应该说还没，那个等一下，第4哦，句，等一下哈，我们还没讨我们本来要论到那边，讲哦，还没到，快到了。还没。他美现丽老师，在还在现在还在研究怎么用凯明的那个网络。我凯明，你现在哈，可不可以直接切到4G 就好了，不要切到5G 看看？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切吧？它是自己显示它有多少那个频宽的，你可以切啊，你到怎么切？那个网络那边可以切，切过嘞？切到4G 就好了。我试试看这个功能，我从来没用。好像不行。好，我们现在8点10分哦，我们回来，那个我们就忍耐一下哦，最后一次，那个好事多磨哦，你看我们那个 U18冠军战哦，前面全部都赢哦，就输在最后一场。哎呀，输了啦！哎呦，你们在真是看什么？看 专心U18啦，棒哦。球赛。OK。好，米粒老师凯明，刚好哦，我传给你了，怎么切？我传给你了，怎么切？看一下你的那个，来，我看一下，你私赖给我的吗？哎，我私来给你的。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我还没有收到，可见我的网络多慢。哦，这个更慢呢，我还是连我的比较快。行动网络哦，我看一下，对，行动网络那边你就可以切到打勾那个4G那边，别切到5G。行动，我看一下，然后从这边
漫游，偏好类型。好，我看到了4G，我这样调会不会更慢啊？不会哈。像这样你的网络才不会跑来跑去啊，比较固好，定。我懂你的意思。好，我现在已经调回来了，我看看会不会比较顺。对啊，现在就没有什么档啊，没有累，我现在讲话有比较顺吗？没有累啦，有有了哈。那个了，哎，果然有在中华电信工作的人不一样。OK 了哈，比较顺了哈。OK 了 OK 了，没问题了，没问题。哦，原来可以这样解决问题哦。好，我们那个米粒老师刚刚问的那个，我们那个站在我家前面的那位叔叔哦，应该要加个位。好，我现在把它变成哦，是不要那么大的字，16这样。就在黑夜，根本慌的是他。好，我们那个哦，根本不慌，慌的是他。谁的小朋友？好，起码果然那个我们看一下第3句哈，我们加个那个很高哈，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在前面加个打嘎绕就可以了？打嘎绕古拉变成古拉。啊，古拉，对对对，古拉都没人爱嘎要努鲁马努马古阿法基，没有错哈，是不是这样就正确了？正确。啊，好，一样哦。上面的逻辑应该，我只是想要确认，我们把它完成。住在部落的那位女士很漂亮，不是，是我的姐姐。好，我把它这样子哦，改一下。好，美惠老师，你会怎么解？这句话是不是乌嘎嘎阿姑姑这样子？前面是不是这样讲？乌嘎嘎姑姑，姑妈乌嘎嘎姑马姑马罗爱。你还有一个漂亮，哎，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漂亮的，没有哈。乌嘎嘎阿姑姑马罗爱，伊尼亚罗是吗？是不是这样子？嗯，然后后面怎么会有讲？嘎嘎阿姑姑马说阿姨你要说对啊，对哈。不是啊，应该要讲说乌发发黑安阿嘎嘎努马姑这样子，因为你是姐姐嘛。你要加你如果姐姐的话，把白燕呐。对对对，要加一个发发太长了，我改一下。把白燕阿嘎嘎，我等一下，我怕后面不够了，我们用短一点。好。好，这样子可以哈。好。好，我的朋友哈。乌桑阿姑姑马罗爱伊尼亚罗阿法法希安，这样对吗？乌桑阿姑姑马罗爱伊尼亚罗阿法法希安，哎，怎么奇怪？很奇怪的，怪的，歪了一个女生，这样很奇怪。法白燕阿乌桑古马罗爱伊尼亚罗。你干脆会讲说，我那个发黑暗阿维上啊，我就把那个女生放在前面了。等一下，我们现在要确认一件事，表示我们刚造的那个句子有问题哦，我们再重看一遍哦。你看这个句子哦，乌马罗爱伊尼亚罗阿法法希安，这句话正确吗？应该是说乌拉马罗爱乌拉法法哎。乌拉法法希安，古马罗不能用古哈，
不能用估。我们那 Upapayan 个 ura papayan kumar 还是古呢？ Ura papayan amaru Maru ainiaro. ai iniaro 这样就好了。哎，再一次， Upapayan maru ai iniaro 这样哦。再讲一次。 Ura fafayan maru ai iniaro。可爱。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哦。Ura fafahiyan maroai iniaro， 对吗？这一句正确吗？也可以讲说 maru ai iniaro kura fafahiyan 也可以。不能估哦，不能估啦。我们这边先不用估。那就变成说 ura fafahiyan maru ai iniaro。对，就是现在这一句嘛。好，这句话的翻译是住在部落的那位女士，这样子翻译正确吗？ Ura papayan amaru ainiaro. Ura papayan amaru ainiaro. Ura papayan amaru ainiaro. 你有重新打吗？我们那个把那个女士改成小姐了哈，我一直觉得那个发翻很怪。我们把那个改成大家比较习惯的那个。话没有微笑。你的文字没有改变。我知道，我现在已经重用了，它这个真的还是慢慢的，没办法。我们忍耐一下哈，最后一次，以后不买这一家的那个手机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把那个法法样改成小姐了，那个法法样很怪。布拉盖印哦，有看到吗？布拉盖印马罗爱伊尼亚若。好，我问一下，这个句子正确吗？可以。Uragain maruai iniaro. 这句子有一个很问，马罗爱是那个动词呢？是不是？有没有说乌拉盖印马罗爱是不是动词？也可以当居住啊，居住的我的意思是，他这样子的阿美语的讲话，这个没有问题吗？这个是正确的吗？我们如果讲马罗爱乌拉盖，马罗爱古拉盖印伊尼亚若是一般正确的讲法嘛，对不对？对。那如果我把那个乌拉盖印移到前面，那个后面的那个马罗爱需要把它改成那个吗？我们讲的那个名词或者什么吗？它也是动词呢。这个句子好像怪怪的哦。你说变成乌拉盖因乌马罗埃伊尼亚罗这样子咯。加个乌会不，它的句子会变比较正确吗？加看。因为你说名词的话，不是就这样乌。逻辑上这一句话不应该有动词出现。就语法啦，语法的角度的话，
那个印对了，这一句都好怪啊。对啊，这个句子，因为我看从语法做切入，这一句话其实它不动词，阿美族的动词不会出现在中间。这句话我们平常会说印 “umarai iniaro kuragain” 这样子，我们平常应该是变成这样子。对你说这一句话就你按照变成正常的句子啦。对对对对，你就变成正常。你这样子，你说又不能用 o 不能 umarai 用估，对，放不能用在中间，估。对。 Marai Umaro'ay againg iniaro. 对啊。哎，可是那Kaidilaan i Nialoai Gulagain 可以吗？这个是完整句子，那个又还不能加咕啦、咕尼、咕呀都不行，不能有咕出现。对啦，Kaidilaan i Nialoai Gulagain。你再一次。Kaidilaan i Nialoai Gulagain。Gulagain。我照比照这边，你在那个右海，你再念一遍，该的按什么？Kaidilaan i Nialoai Gulagain。右海，你要讲的句子是我现在打的这个吗？对对。Kaidilaan i Nialoai Gulagain是不是？Kaidilaan。好，哦，你这个构词构的很多哦。Kaidilaan i Nialo 有没有爱？有 Nialoai。Gulagain 哦 ，OK。好。这句话有没有问题？Kaidilaan i Nialoai 住在部落的那位小姐，对不对？这一句的话，你这一句的话，凯明Kaidilaan i Nialo 就不能有 ay 了啊，Kaidilaan i Nialo Gulagain 还是要用，不是古拉还是古拉？要古拉才正确，对不对？所以这个而且要把 ay Nialo 爱那个爱要拿掉，如果是他要这样修正的话。这句后面只能用古拉改印，是不是？不能用杜拉改印。对，只能古拉。对。所以这句话，因为这样子，就句子本身就变完整了。我们这句话不能变完整，因为我们还要再加一个“是我的朋友”哦。所以你如果完整的话，就不用加句子。Kaidilaan 是住。其实凯明在原来那个乌拉盖因马罗埃伊尼亚罗其实 OK 的。如果说Umaro'ay i Niaro againg 呢？就他就不能教啊。Umaro'ay i Niaro againg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吗？好像这个是你一开始讲的句子呢。对啊。因为刚刚是女生嘛，还有现在改小姐会比较顺啊。Umaro
Umaroai iniaro again。好，美惠老师，你的第3句是乌拉马罗爱伊尼亚若阿嘎印，对不对？对吗？嘿，如果我说乌维上阿古，对不对？古拉马罗爱伊尼亚若阿嘎印，这样子句子正确吗？ Uwirang aku kumaroai. Uwirang aku kumaroai iniaro again 这样哦，很奇怪啊。等一下。好，我把它加进去哦，你看看，你这样念顺不顺？你看得到吗？啊，你这个画面连动都没有动。等一下，麻烦的这个画。好，美惠老师，你看一下，我把那个有加进去之后，你看这句。你们的画面连变都没有，还有好，真的很猛。没有，你再把那个乌微商啊、固哦，把它加进去哦。真是慢，再一次。好，美惠老师，你看一下那个最下面那一句，乌微商啊固有没有？固拉马罗爱伊尼亚若阿盖因。又有一个又有改印，这好奇怪哎。就是住在aku kuramaroai iniaro again。哦，看到了。就是住在部落的那个小姐是我的朋友啊。也是我的朋友。好，这样子对吗？还是你要美惠老师，我改成这样，你看看会不会更顺？不行，这样子，美惠老师，那这样子句子正确吗？你这样念起来会不会怪怪的？ Wirang aku kuramaroai iniaro. Wirang aku kuramaroai iniaro.改印，我怎么就觉得好奇怪？改名变成你把那个无上跟改印变成分开了。还原哦。好，美惠老师，那这一句你觉得正确吗？这一句你看，在哪里？我用念的，你听听看。乌拉马罗爱伊若阿盖印，这个话正确吗？你说什么？Umaroai iniaro again。对呀、Umaroai iniaro again。对哈，你念这样吗？对。Umaroai iniaro again。对，你看一下，我又把它删掉了。那个乌维桑阿库吧，乌拉马罗爱伊尼亚罗阿盖因这句话，这是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啊。对，这是我讲的。好，老师，我们先不要打字哦，我们用念的哦，不然哦。好，我现在改哦，乌拉马罗爱伊尼亚罗阿盖因库维桑阿库，对不对？Umaroai iniaro again。古以上啊，古，对呀。乌维桑阿库，对不对？对。那我如果把那个
古为人阿古，对不对？这句话正确哦。古为上阿古，对。那我如果把古为上阿古古拉马罗爱以尼亚若阿盖因也正确吗？就改印就放后面很奇怪啊。哦，你是他因为的会不改印，会很奇怪？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很怪，对不对？因为你的朋友跟改印分开了。嗯，所以你把那个我把那个句子放后面变成乌拉马罗爱以尼亚若阿盖因古为上阿古，这样就正确了吗？美惠老师？我这边也很吵啊，都听不太懂，真是抱歉。因为你等一下，我再想一下。你如果真的有这个，你们看一下这样子呢？哦，好，美惠老师，你看一下最后一句的，我把那个古为上阿古放在最后面的话，乌拉马罗爱伊尼亚罗阿盖因古维上阿古，对呀、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把它放后面，你就觉得是正确的哈。好，对，米粒老师，你看那个句子，你也觉得 OK 吗？哦，我还在想哎，还在讲哦，没关系，你先想一下。东林大哥，你觉得呢？怪怪。那我问你，等一下，东林大哥，我如果把那个古为上阿古先拿啊，把那个古为上阿先拿掉的话，你觉得正确吗？正确啊。他加个古为上阿古，你就觉得怪是不是？对啊。在哪里？这一句是对啊，因为如果中文的话，住在部落的小姐是我的朋友，中文对吗？要变成说会让阿古都发古拉等一下，我把它写成2句哦。有看得到啊？真的连动都没有动。这个网络真是出奇的慢哦。没关系，我们解决这句话就好了。好，你们看这个，哎，好，有在动哦。我把那个2句哦，都把它并在一起哦，给你们看。好，我们看这2句哦。请问一下，这2句哦，哪一句你们看起来比较正确？下面那个。下面。Uwi sang aku ku pura kain
马罗爱伊尼亚洛是不是？对，啊，上面那个就怪怪的，是不是？怪怪。乌拉马罗爱啊，伊尼亚洛阿盖因古维桑阿古。让啊，古拉该因马罗爱伊亚瑞，对啊，很顺啊。松林大哥，你是说哪一句顺？上面顺还是下面顺？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为让啊，古拉该因马罗爱伊亚瑞，啊。嗯，所以是下面的哦。Ura maru ai ni aro ka ingku itlang aku baik 哪里怪？嗯，上面如果把阿盖印移到前面呢？嗯，乌拉马罗埃阿盖印伊尼亚罗古乌上阿古这样。好，我看一下苏贤讲的那个。好，我把那个移到，哎，等一下，我马上再一次哦。苏贤要把那个移到中间哦，我们再一次。好，我再分享一次哦，你们看一下那个，我把那个，你看一下那个上面的第一句，乌拉马罗爱阿盖伊罗贵上的，这样会不会比较顺？Umaru ay kay hinyara wait lang ako。打字了吗？对，老师那个美惠老师，你看上面那一句，上面哪里没有？乌拉马罗爱阿盖印。哦，乌拉马罗爱阿盖印，那不是上一句的吗？还没有变呢。变了。乌拉马罗爱阿乌盖印呢？拉马罗爱阿盖印伊尼亚罗，维让阿古，对啊，可以，这样有。这样比较有。下面这一句呢？爱阿盖印，维让阿古古拉盖印，马罗爱伊尼亚罗也是对啊。也是对啊。如果是你是要中文，我都被他搞混了。你的中文呢？是上面那个吗？住在部落的那位小姐是我的朋友。对。哦，哪一句比较贴近上面的？哪一句比较像上面的？ Wait lang ako pura kaing maruai ni aro。下面的比较接近，是不是？对，我自认为是下面那个比较正确一点，比较接近那个中文，是不是？嗯，那就下面的哦，上面的应该也是正确，但是它的中文是不是比较没有接近？因为你要翻的话，要把你的尾浪要先翻译啊。对啊，如果你要翻后面先翻，翻了。OK， 我懂你的意思。哎，如果是对放在前面，好了，那我们就决议了哈，就是下面这一句哈，古拉盖印马罗爱因亚罗。不过这个句子哈不规则。好，我们再往下看哦。等一下我把那个全部哦把它放在一起。好，我们那个最后一句哈。我记得这本书很后怎么讲呢？哎，松林大哥，有书本很厚的话，阿美族怎么讲？记不得了。记不得了，古拉图拉。记不得了，我们是无缝了。
give do 是不是 give 到了， ？OK， 好，我可不可以讲说 give do 来古 give 呀到来古米查里瓦那个阿夫翁，古呀米扎六万阿古阿迪利，可以这样吗？迪丽是书啊。哎呀， delete 是文字，那你要是对呀，书迪丽，的话，我们那边是书是无缝了，然后因为的 OK， 讲法是我主大，改一下，我们讲主大啊，可以哎呀，我改一下。哇，如果这个网络每一次都这样子，然后我们累死了我。好，看一下那个对不对？那个 give do 来古呀米扎六万，米扎六万阿古阿祖萨，对不对？对啊，对，对哈。对，就是说主大我们海岸线是无缝，就是这样。 OK， 好，没关系，我们就那个，你看哦，我把那个一样的放在一起哦。给你们比对一下，我就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样要它的规则。最后一句，凯明，你有在说话吗？都听不到声音。我都没有，我想我听好，我现在分享哦，重新再一次哦。美惠老师，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啊，断断续续的。OK， 好，我们刚刚很努力翻译了五句你们看一下上面，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则？有看到吗？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三句有看到，上面三句最后的那个尾巴都是啊，对不对？啊，祖上，阿法基，阿尼亚洛可是到了第四句，那个啊的就不见了第五句也不是用啊用另外一个句型。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找到一个规则？比如说，我举例说明第一句是那个我所借的那本书，有没有发现我所借的那个的，最后会变成啊的那个的意思你们看第二句那个站在我家前面的法蒂有没有那个的？有没有站在我家前面的法蒂？是什么？那个啊变成的就对了。我的部落，出生的部落。好，那第四句就不一样了。第四什么？
在部落的小姐就没有了，是住在小姐，是不是要改？是不是可以就像你说的，改为说维当啊古马罗埃伊？尼亚罗阿盖我现在是印，希望最后要出现阿盖印才对，要一个对对阿盖印。你们对有办法照到那个句子吗？可以。乌维当啊古马罗埃伊尼亚罗阿盖印，就变成这样了。听得到我的美妙声音吗？可以，我现在有，我现在要把它改你讲的那几个句子啊。阿美族语是全世界前3名最有规律的语言，不可能没有规律。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啊，我这个画面，我再一次哦。重来。我们就要找到规则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当学者，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米粒老师，你刚刚是不是改成这个意思？好念维当啊古拉马罗埃伊尼亚罗阿盖印，维当这个句子对吗？那个古拉可以不要拿掉，就拿掉维当啊古马罗埃伊尼亚罗阿盖印。你这个句子不完整，没有阻隔啦，这样子没有阻隔。古拉马罗埃伊尼亚罗还嘛对的，可以，好，可以了。美妙。住在部落的小姐可以这样讲是对了，住在部落的小姐是我的朋友，买来多。对，可以来了。好，那我完成最后一个，最后这个你帮我的急到我也要洗办法。好啊，马等耶。没有听到？对，一个就是你帮我的要对，洗到。Awa ay matir akay min. 有没有听到？有了。刚才没有声音，刚刚没有声音了。好，我现在用笔电了。好，那我现在讲可以吗？好，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那个我们要那个造出一个句子，最后的尾巴是阿西绕跟上面一样，阿嘎印、阿尼阿洛、阿法基、阿祖善，我们要做出一个阿西绕的句子，可以吗？好，来试试看。你帮我制作的西绕。Kasuai kumipatan misu a bisa silawan kasuai kumipataruan misu a bisa silawan 有没有办法？凯明，你这边就变成嘎说爱古米桑啊安，就变成嘎说古米巴拉多汉米桑啊安努米苏啊西绕。米桑啊岸你用米桑啊岸是不是？米沙对米沙西绕对。Pataruan 这个形容词死去的
结束了，剩下这个句哦。这句我们上剩下最后一句了。我们一起照照看哦。我们照成功这句后就可以下课了。海明，你这边2个咪呢？那个咪巴达鲁按那个被拿掉，不可以啊？看你啊，看你要怎么改，我就写上去啊。我现在改我打说古米萨西拉万努米苏啊西绕，这样就好了。这一句的中文是这样子的，你看哦，你帮我做的腌肉很美味。等一下，我重来哦。你帮我制作的腌肉有那个，你跟我都有哦。你帮我制作的腌肉，我再重新分享哦。好，你看那个，它的中文是你帮我做的腌肉很美味，所以那个有你也有我。变成说，嘎说古米巴达鲁安啊米桑啊西绕。你跟我不见了，那个你不见了。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想哦，最后一句看看。Bisa sirawan mi patapuan Bisa sirawan numisu patapu takwanan asiraw. Gasu爱一定要放前面吗？哈，对对对，那个位置不能改。好，只能在前面。Gasu ai kumi patapuan numisu takwanan asiraw。哎，美惠老师，你还跟我照很像哎。美惠老师，你看一下那个第2句，你念看看顺不顺？第2句你打哪里？Gaso ai ku ibataruan numisu takwanan asirau， 这样可以吗？在哪里啦？Gaso ai ku ibataruan， 在下面那个吗？那个有第2句有打完的那个。Kasuai kumi pataruan numisu takwanan asirau。有gasu ai吗？这边我看mi pataruan numisu takwanan tu misa sirawai哦，asirau。没有sasirawan才对。Pataruan numisu takwanan tu misa sirawan asirau。gasu ai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 bisa sirawan asirau 就有 asirau 可以了。可以哦。哎，我这个有同步吗？没有同步哎。没有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正确吗？我把这个嘎数这个移到下面哦，看看这样子正确吗？好，念一遍看看就知道了。嗯。东林大哥，你念念看顺不顺？ Kasuai kumi patatuan numisu takwa， 要不要加一啊？好，加一，好。好，你继续念。好。Kasuai kumi patatuan numisu itakwanan tumisa sirawan asirau， 哎，顺吗？顺啊。我再念一遍哈，不打看古马达那么。 好，你再念一次。Kasuai kumi patatuan numisu itakwanan tumisa sirawan asirau， 是很长啦，但是可以贴近那个你的中文。我们最后一定要阿西绕，这个是最重要的阿西绕，这样。你帮我做的，什么有那个的，一定要对对对。所以说变成说。 我大概都马达那么我在那里变讲，看他们对不对讲。嗯。Kaso ay kumi patatuan numisu itakwanan tumisa silawan asirau， 正确吗？我念起来很顺啊。很顺哈。那个美惠老师听起来呢？我还在思考后面。 阿西绕是没问题了。好，没关系，你思考一下。米粒老师呢？米粒老师，我还在想一下。好，想一下，想一下，举世光义一下。可以说伊达瓜南阿西绕就好了吗？伊达瓜南阿西绕也可以呢。那个制作腌肉就不见了呢。就那个米巴达鲁安米桑啊，我看想一下。可不可以被摆在前面？米巴达鲁安米沙西绕糯米素。 阿卡斯多爱呢？那卡斯一定要在前面。对，卡斯爱也是在前面，对，把这个米沙西绕放在前面，对。你再念一遍那个米粒老师，你再念一遍。卡斯爱古米巴达鲁安啊，米沙西绕安糯米素伊达关安，哎，阿西绕啊，这个后面这个都拿掉呢。好，这样子呢，这样子。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再念一遍。 Kasuai kumi patatuan a bisa sirawan numisu itakwanan asirau。真奇怪。刚刚那个念起来就是。好，对这个有点不顺哦。好，那就回复喽。回复刚刚那个比较顺。 对了，应该连接在前面都米沙西绕安啊，西绕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句子啊，所制作的嘛。对，所制变成这个是。好，这个弄马达了吗？可以了啦。这个可以哦。好了，可以了。9点01分哦。好，各位哦，这个很重要哦，我等下踢到群组，为什么？ 你看看我们的阿美族有没有形容词子句？其实是有的，就是说前面一大很长的说，比如说我所借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个我家前面，站在我家前面的有没有很长的形容词嘛？我所出生的有没有？那个住在部落的有没有？ 然后最后一句是那个帮我做烟，你帮我做的有没有？好，我把这个句子哦，你帮我做的哦，这些句子都是
很长，前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它是很长的的，所以这个句子阿美族有一个规则哈，就是用那个啊做结尾。好，我们大概这样的归纳哈。美惠老师帮我们收尾，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嗨，辛苦各位老师了哈，特别辛苦的是嘎造哈，今天的电脑真的是那个的太严重了。总而言之，也很感谢我们的嘎造哈，带我们做很好的教材，也谢谢各位老师，这几个月的辛苦，我们做成了，真的是非常开心。还那给大尼尼奥古巴古米，每年的米达都是对我们自己是好的。谢谢各位，阿来给大南，好的呢，阿扎古拜尼努马古，好啦，谢谢，嗨，谢谢。阿来哥走。好来，阿饭请示。